落班嘅時候咧，最後一件事咧就係睇香港嗰個股票市場、新股票市場嗰個情況。咁可想而知咧，就係話即係直至到第三代領導人咧，對於香港嗰個關注咧係非常之認真同埋係一個高度關注。咁但係到第四代即係胡溫咧，就已經咧係可以講係變咗質啦。咁首先咧就係呢個大環境，大環境咧就係因為到90年代末期同埋呢個21世紀咧，就呢個香港對於中國嗰個重要性咧係減低咗好多。咁尤其是咧而家咧就似乎咧係好多地方咧香港咧係靠大陸食糊，係靠呢個 CEPA 啊，靠自由行啊嚟到支撐香港嘅經濟。咁呢個係一方面。咁另外一方面當然到今天即係北京自從80年代即係放洋第一批留學生呢個所謂海歸牌咧已經有30萬，已經大概有30萬個海歸牌，即係話喺美國、英國、歐洲或者係其他地方攞咗碩士或者博士學位嘅海歸牌，即係啲英文可能仲講得好過香港人，佢哋又亦都好熟悉國際事務。咁已經有30萬海歸牌咧係翻去大陸，咁所以中國依賴香港作為呢個即係盲公竹或者作為一個開放窗口呢個方面咧係個重要性減少咗。第三方面咧就係話第四代領導人佢哋願意花喺香港時間係越嚟越少，願意花喺香港時間越嚟越少，就絕對冇可能好似朱鎔基咁樣每日咧都係會花30分鐘即係研究香港問題，呢個絕對不可能。咁即係使人擔心嘅就係話咧，不過呢個亦都係即係大環境嘅轉變啦。咁就係話即係到習近平呢個第5代嚟講咧，就佢哋對於香港嗰個關注性可能係進一步減少。而其中一個可能嘅即係一個負面嘅影響咧，就係話即係習近平咧同佢嘅幕僚咧，可能覺得基本上咧香港係一個主要佢哋喺香港想做嘅就係穩定，即係求其即係佢哋即係 make sure 即係確保香港唔會出亂子，即係香港唔會變咗做一個反華基地，或者係香港唔會再有即係10萬人以上上街，或者其他不穩定因素，即係呢個係佢哋嘅主要嘅目標。咁其他除此之外咧，就係佢哋對於香港人嗰個對於自由民主嗰個嚮往，對於香港人甚至對於即係喺基本法裏邊曾經對香港承諾，即係發展呢個香港政制等等咧，佢哋咧係恐怕咧係未必係漠不關心，但係咧佢哋恐怕咧嗰個承諾咧會好有限。即係佢哋最關注就係話，即係香港唔可以亂，香港唔可以亂。咁所以咧就我頭先講過一啲咁樣嘅軟硬兼施，呢啲咁樣嘅行之有效嘅措施咧，會繼續推出嚟，會繼續推出嚟。咁咪最後咁咪薄熙來嗰度冇咩？薄熙來佢搞咗咁多小動作，咁佢將來會係做啲咩先？薄熙來咧就係呢個背水一戰。薄熙來背水一戰，因為薄熙來咧係1949年出生咧，就係佢今年如果入唔到常委咧，就係冇機會嘅。同埋薄熙來咧就係薄熙來同呢個胡錦濤派或者同團派咧關係咧係不好，並不好。咁尤其是佢即係三番四次即係又唱紅打黑啊，搞啲咁樣嘅小動作咧，係實質上佢而家同胡錦濤關係咧係好惡劣，好惡劣。咁薄熙來而家唯一希望咧就係靠呢一個因為佢係太子黨啦，同埋佢老豆即係薄一波咧係同呢個江澤民關係非常之好。咁所以咧佢係希望咧就係即係唔好忘記咧，就係2007年咧就係習近平點解可以上位咧，就係因為獲得呢個江澤民嘅大力推薦。咁呢個薄熙來咧亦都希望咧係今次。即係佢哋分豬肉嘅時候咧，即係呢個分呢個常委9個位置嘅時候咧，因為江澤民仲係有發言權，即係江澤民同其他啲以前常委呢個朱鎔基等等，仲有一定嘅
發言權。咁因為即係中共嚟講咧，總嘅嚟講都係希望一個派系嘅平衡，即係團派咧係雖然目前係強大，可能係中國最大嘅派系，但係咧就唔可以俾團派咧獨特嘅。咁所以咧一定要安插幾個，譬如話上海幫或者係太子黨入去。咁所以咧就除咗習近平之外咧，有幾位所謂太子黨，包括即係王岐山，我先提過啦，包括王岐山，包括薄熙來係有機會。但係我個人分析咧就係薄熙來咧大概係50-50，即係佢入去常委個機會只係50-50。正所以因為咁嘅情況咧，就佢係盡第一步。就最近咧係呢個渾身解數，即係喺即係一來咧就係打黑啦，希望即係討好一啲長期受黑社會即係欺凌嘅民眾。另外一方面咧，佢就唱紅，即係話咧係搞呢個咁樣嘅即係重新即係拜毛主席嘅運動。咁所以咧就喺重慶咧，居然喺呢2-3年間，即係佢係08年年底到任重慶。居然呢2年間咧喺重慶咧就係大量咧就係起啲毛像喺嗰個重慶醫學院，重慶醫學院門口咧就舊年咧就起咗一個7層高嘅毛澤東像。咁呢類咁樣嘅小動作咧就係當然有啲人係覺得係欣賞啦，有啲人覺得係出位，但係你大部分嘅知識分子都覺得佢咧係似乎咧係太出位，做過咗頭。因為畢竟即係毛澤東雖然好多人緬懷佢，即係50年代嗰個所謂，即係50年代咧就係即係全中國嘅人都好窮，所以咧就冇呢一個咁樣嘅眼紅症，即係冇而家嚴重社會分化。因為而家目前中國咧係雖然號稱係社會主義國家，但實質上咧係一個高度嘅資本主義，同埋咧係甚至係出現咗一個階級戰爭嘅戰爭，因為根據所有嘅數字，即係譬如話呢個堅尼係數咧已經係達到0.5，已經達到咧係國際上公認嘅一個爆炸邊緣。咁另外好多數據，譬如話全中國最有錢嗰10%嗰個財產咧係高過最窮嗰10%咧係23倍，即係話最有錢嘅10%嗰個資產咧係高過最窮嗰個10%係23倍。呢類咁樣嘅數字咧係好驚人，咁證明咧係中國係目前走緊一個所謂暴發戶式嘅即係暴發戶式嘅國家資本主義。咁係同呢個南美嘅好多一啲咁樣嘅類似嘅暴發或者係即係軍政參與嘅資本主義咧係基本上係差唔多嗰套嘢，所以係社會上咧隨時咧係會發生一啲嚴重嘅騷動。咁所以即係話說回頭咧，就係點解即係今年嗰個維穩經費咧，居然咧係差唔多達到解放軍嘅水平，就係咁嘅原因。睇下仲有冇咩特別嘅問題或者想提出下？時間都比較或者仲有冇咧可以？我哋睇最後一個啦，係啦。喺台灣同埋南韓頭先講嗰個國家資本主義嘅問題咧，即係台灣同南韓喺個民主化之前咧，就係一個獨裁嘅國家資本主義嘅政體，同埋咧都係即係頭先講到所謂之GDP 就年收入超過3000蚊嘅一個階段。咁但係有少少唔同嘅就當時咧，佢哋有所謂台灣叫黨外啊，咁南韓就有啲民主派啊，同埋啲抗美即係反對美國勢力嘅一啲知識分子嘅呢啲咁嘅所謂民主派嘅人士啦。咁國內大陸而家就圍棋已經捉得七七八八啦，即係除咗啲即係打到我屋企，我出嚟示威嗰隻知識分子圍棋咧，盡量去捉。咁就冇咗呢樣嘢嘅國內。咁另外仲有一個因素咧，就係當時喺台灣咁咧，有啲個別嘅領導人咧係好清楚，即係蔣經國佢係推動民主，跟住佢都會即係有啲即係獨裁領袖係推動呢個民主嘅。咁但係呢一樣嘢咧，我睇國內呢2年咧，你又見胡錦濤、溫家寶每年都講幾次民主，其實佢有講民主嘅喎。你喺國家佢喺每年個報告係有講民主嘅，但係講，跟住就即係喺行動上咧，就調轉頭走先反而。咁呢一個現象係如果